再来看今仔暗时就是跨年暝咯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佮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。东部甲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。元旦开始，南方的云系往北，各地雨水就会较济。想要看2025年头一道的日头灯，该看运气咯。 对云棚内面会当看到日头，3日的日时各地天气大致是多云稳定。不过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和东北部的天气感受较凉，低温差不多15度左右。另外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是有小可短暂雨。在入暝了后，中南部山区是转小可短暂雨。各地元旦要看第一个日头，都要看敢有好运。今天晚上开始，中南部山区逐渐转成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。注意到明天云量更多了，相对几率有一些几率比较偏向西北部，可是整个我们记得第一道曙光出现的地方，还有南部地区云量都是蛮多的。1月初一开始，天气的感受是同款较凉，受到南方云系北扫，各地有小可短暂雨的机会。接落来一礼拜，会各有2波东北季风增强。当来看2024的天气，到12月29为止，全台年均温是摄氏24.97度，变作1897年以来上热的一年。全台有8个测站拢创迄站上高温的纪录。1月份跟2月份是1年当中温度最低的2个月份，所以在这段期间，同样的会有一些大陆冷气团、强烈大陆冷气团寒流影响的几率，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。另外，2024年全年的雨量这方面，虽然讲累积雨量要正常，不过降雨的分布是无交分，春雨和黄霜雨拢偏少。热天、秋天是因为受到风台降雨影响偏济。秋台生成15个是史上降期第3济。来看2025年，气象署研判讲，1月到3月各地平均气温是活正常的几率较济，雨量是正常到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